是刘兄。是不是就恨我？我将你引来这个冰凉迄个内面，虽然袂去翕死，也毋过一定会咬死。你是安怎歹骂我？甚至你会将我杀死？就动手将你杀死，你即马毋是同款，也关伫这个内面。我会去咬死，你嘛是会去饿死。饿死的是比杀的会处啊，搁较重，敢毋是？你讲，什么人指使你安尼生做？你我所不惜的，尤其果是无冤无仇，你袂想起这么正毒的计来对付我。你讲，什么人指使你安尼生做呢？楚江魂，刘公主，楚江魂，你爱做并无唔对。你出身武林世家，空有一身的好武功，却袂晓行劫重义，替天行道，反倒转来投靠的幻想，并且还阁替幻想要来攻打大理。自从你上了江南襄阳了后，已经来引起了正义的光辉，只因为你武功好。并且又阁掌握着禁卫军的连符，众人无法度通去对付。楚江魂，伊身为山西武林明主，除掉你这个亡了国家、背弃宗主的罪人，是伊的责任吗？我是一个罪该万死的人，也你楚江文这个妙计，你也是同款行到这条的船路，伊安怎一句怨言都拢总无讲呢？怪我家己的身手无够紧，我害了机关了后，若是会当早一步离开赵县，要来被困伫遮。我再讲，我也是甲你同款，是一个罪孽满身的人，所以我死也无怨。
我绝对袂分你错公子。你要倒位？我想要去外口行行，敢嘛袂用的哦。你想讲我毋知影你要去什么所在是？你爱知影。万一你若是讲将这件代志去甲张公讲，伊一定会去要求伊克老大，到平验县解救伊柳松天。实事这件代志若是龙阳出去，咱楚家的大大细细，敢还阁有通想要活命是？我已经将平验迄个情况也甲你讲过，一旦若是将开关甲伊拍破，人被困在迄个石窟中，什么人也无法度通好救伊出来。江秋，你即马要去甲张公讲，已经伤慢啊啦！大哥，你安尼做，比你受过分。做欢笑，讲大名，还了还过会做阿明啊！处处的无病又无情，团结两臂为心跳。哦，哼，叫你为张公啊！我是毋是有乱讲？你家己心肝来证明必对。赵公子，赵公子，你哪就好？发生什么代志是？老夫的死的徒弟，当下你讲，阮姑娘因刘双天到平阳县，一直拢无出来，因才落去赵国，甲看卖，赵门已经被封起来。你哪呢？阮姑娘，是毋是也被伊困伫咧平阳迄内底咧？可能也是。这间是八店上界清幽，搁上界肃静，搁上界大间，搁上界偏僻的房间啦。啊，你看卖，看有介意嘛？咱先你咧。袂用诶。看过你评论，看到讲小酒醉啊！啊你嘛较差不多的，这人客房间咧，醉醉食来啊，醉。啊！好去啊啦！是嘞，是的哈，你才一日乱来哦你。啊，是嘞。是的。店小丽，恁这间店的内底，敢有带一个人家叫做李玉琪？啊有哦，
啊，伊定定住伫阮遮咧，我即摆无伫个啦。啊，恁找要创啥？啊，都有一个朋友啦，啊，拜托寄几句啊话，讲叫阮着甲伊讲。吼，安尼哦，那李玉琪个李大爷哦，是住阮遮住足久啊啦。啊，最近心情听讲真歹，拢出去啉烧酒，慢慢2、3工无转来咧。遐伊大部分拢伫咧倒位啉哈。啊，逐位嘛去啊，顶电脑城内啊，无论歌楼、酒楼啦、面店啦，逐位行到头咧。无你个代志啊？哈哈，啊，无恁休困啊。咱袂用定点咧客栈等，万一你玉琪若去用司马吼公路新闻，安尼就惨啊！我即马出来去找。袂用诶，小姐，啊，万一若去互官兵发现着，安尼要安怎？好喏，也毋过哦，搁再讲，你敢毋惊伊去撞着楚公主哦？系啦，楚公主伊认定你就是尹凤婷啊，啊，若毋倒去撞着咧，你既然阁袂向伊解释，又阁袂用诶无向伊解释，安尼要安怎？你敢毋是左右为难？温姑娘，我对不起你，温姑娘。是一座天然的地群。我下好鸟若是吵死，也无法度同我飞出来。这是楚公文留落来伫这冰岩下最后一支的蜡条。唉，这支蜡针若是搁再点完呢，冰岩下永远就无公平。刘公主，对死，我亲像一点仔都袂惊。大丈夫，生而何怨，死
死里何苦？也不过，你不但无责备过我，也毋捌讲过一句恨楚公主的话。敢讲你心甘情愿死大这死？我是一个最有用的人，哪有啥物通啊怨恨对楚公文？我知影你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，可见你这个人可袂歹。奇怪是，楚公文，伊为什么要劝你改邪归正？反倒当想出这个毒计，要来将你害死。你好亲像对楚公文言听计从，你是个什么人？我是，伊是我的温情人。问过你讲过，你罪孽我心，你到底是做偌济歹代志？为着人质，为着爹娘的体面，本来我打算要将这件代志一生中拢藏伫我的心内。刘公主，自从甲你相处以来，我毋捌听你批评过任何一个人，甚至到要死的时阵，也阁不失你君主的风度。既然咱拢无法度通我离开这个冰岩县，在我要死以前，我愿意将我心中所有的责任全部甲你讲。你尽管讲，假使咱会当倒出去呢，我绝对袂对第二个人讲。刘公主，武林世间，林飞的声
天父记世。你讲，你伫个顶天府是受到楚公文甲你照顾，拄着楚公文，是我的报应，也是上苍对我的责罚。殷姑娘，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楚公文是我的未婚夫，并不是叫做温玉凤，我的本名叫做殷红婷。